幸福好趣味，随意好料理。哎呦呀，哎，那赢了来。哟，嘿我跟你讲啦吼，虽然讲伫咧山顶咧种树啊，啊，不过有时阵吼嘛是爱食啊。哦，对，一定来啊。啊，我伫山顶吼，啊，我搁袂晓用手机啊点餐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伫山顶有时阵就是食泡面尔。哇，哎，所以我就后来我替浩人节替你足唔甘的呢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还迄个种树啊，啊，就佫安尼摇巴肚。啊，早就要想要来食吼，所以学一寡吼好料理，啊，较简单的咧，互我伫咧山顶食了较澎湃。家己人会当处理的。啊，就安尼哦。哦，安伊叫我传得了上简单的，一个人就解决的。对，炒泡面。哦，哈。哎，安尼哦。对，啊，而且佫简单，你免传啊足多配料，伊本身内底就调味包嘛。这拢足简单的。你只要简单看你冰箱内底有啥物春的啊？是。你有虾啊？有啥物豆干？拢用迄个掺落。有啥物掺啥物？啊，现在咱就是要简单规定拢学落嘛。无。有迄个有个步数的，有一个小配步的。来，迄个装面个，妈，你先甲拍一个两个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拍3粒两个。拍两我专门的。哎来，对，好来，咱先去边哎。等咧，安怎？袂使安尼啦。我这手拍两这介厉害呢。拜托，功夫呢？开这边，不是，开这边。啊边拍落来食是安怎？无，要分你要食，啊，甲我要食的嘛。唔是，足多人吼，伫厝内拢按卡落，接卡落。但是你有想到无？你若卡到第3粒、第4粒，雄一粒啊，歹去的，臭伊的。啊，你头前怀拢黑去啊，灰去啊。有影。所以你安尼卡，这个倒过来。哦，这虽然讲有较复杂，但是介有道理哦。安尼电脑虽然较复杂段时间，但是到时反正成足多。袂拍算。好来。啊，你夹迄汤匙啊，夹箱底，甲拉来，好。拉两这我介个。来，两吼，爱掺一丝豆，掺一丝豆油。哎呦，拉两个安尼哦。一丝啊对。不。安尼迄两吼，迄两食起无两咸。对。啊，你掺一丝豆油吼，这两继续香的。对。啊，我来。我很厉害。咱今仔泡面吼，有这个酱包嘛？对，这酱包，这泡面的酱包。这酱包咱从甲揢落来。这酱包用利用哦。酱包内底有咸正嘛？有芳气。对。佮有油，就这个酱包。吼，这油包。对。来生咱的肉。不管你是买什么泡面，拢无要紧。对，拢不要紧。啊，你的生这肉吼，这本身肉等下就。咸正，这跟咱普通时咧生肉同款，啊无味唔知就直接落去嘛会使啦。但是咱照着这个油包吼，伊内底油脂啊，甲伊内底料吼，会互咱这猪肉是吼，较嫩更较嫩。咱唔知影人哦，拢想啊规去规条落，哪有差？这差一丝丝，迄个感觉就美感就差足济啊。啊，真差就差伫遮。外面的照片拢足水的，但是较安怎水，就是差咱家己的太太差一丝啊。咱的太太话无差真大截。啊对，差真大截。甲咱太太拢袂比。袂比啦，天甲地是要来比的嘛。咱伊嘛会看咱的节目。对啊，咱虽然讲是咧甲因学咯，但是感觉甲咱两个讲啊足心意的。好来，啊咱。先甲烫一下水咧，好，爱记吼，咧烫水的时阵哦，一定爱大火，是，啊落去吼，唔通烫伤久哦。啊，佮有一点就是咧炒，等下咧炒的时阵吼，迄个水的分量嘛真重要。嘿，你伤少吼，伊伤焦；啊，伤多吼，水啦下了伤多会糊去，面嘛是会烂去哦。啊，这烫水吼是要小烫一下，你唔通烫啊规个熟哦，差不多安尼有无？你煮会开咯？按着好咯。打开淡薄啊，按着，唔烫伤久。因为你即摆佫揢咧吼，水烧嘛，啊有这淡粉哦，伊佫直输水落去，所以唔烫伤久。面就膨起来就变软啊。对，咱这先甲揢边啊吼，揢边来，安尼甲起一个油鼎吼，3粒卵要炒3粒卵，差不多。来，炒2汤匙啊，2汤匙。2汤匙啊。家己掠啦吼，掠这感觉。过来说要紧，两足够食油。好，对。哦，因为两够食油啦，油无够吼，袂芳。搭。袂芳。袂芳。好，来，咱两。来。好来，
油入去吼，啊等。我听人讲，迄香菇吼嘛是爱食了油了，对对对，芳开才会走出来。对对对，啊不，就搞素油啊。嘿，来，咱就另外一个炒者哦，来，什么是炒卵嘛有撇步的。嘿，炒卵吼，因为咱等下是要掺落去炒泡面的，是。所以咱这卵爱炒较倒、较香的、较赤。哦，对，伊迄个卵芳较会出来。算讲我爱炒开，吼，较会芳开才有。就爱炒赤，哦，嘿，爱炒迄卵芳。赤安尼迄。啊，哦，咱即摆怎么样？有影，有片到卵的芳味恁咯。爱芳开，安尼等下吼，掺落去炒面内底吼，迄个芳度才有出来。才出来。哦，来，咱这两个，这个，哦，安尼起来有芳了吼。哦，倒转来食。哦，来。哦，真芳。一定爱记哦，这卵爱炒了有芳。哦，你莫讲按落去炒有熟着，安尼起来咸一味。好，来，啊，咱就这鼎吼，嘿，来咱呢，哦，葱啊白哈。哦，葱啊是那无切较细地。无这欠芳的呢。哦，欠芳的嘿，所以无得，咱这葱啊白上落来吼。哦，欠芳。喂，若是用咱迄个一般咱有迄种咧葱仔油咧，红葱油迄种。哦，其实嘛唔免说，因为咱这有这迄个泡面油包吼，伊香味就足够。都得过啊。对。哦，咱拄着想好的肉丝，对，落来。来，迄个东面个嘛，米酒好啊些。好。你看咱头有生过，咱这肉有无？嘿。油金对不对？你打。对，过来。好，啊，炒熟啊，好，炒者咱，什么米酒，哦，哇，互伊迄个鼎开好起来。好，啊来，差不多，唔免讲完全熟啊吼。嘿，咱即摆这速度，切成速度就会使加紧了。好。好，来，葱头先落去炒哈。来，啊，准备个咧，这个时阵来，咱的高丽菜好来。来。这拢洗好嘛，切好。洗好，嘿。切做幼丝。哦，但像我咧炒吼，我爱菜基掺一寡，炒面啦、炒米粉啦，我拢爱掺较多菜。食菜迄口感才会好。来哦，啊，咱即摆因为咱要炒泡面嘛，咱拄只迄面吼烧啊滚一下尔，所以嘛是爱补出水咯。因为咱拄只迄面已经有水水了吼。对。所以咱即摆水分就唔茫啊多哦。哦。咱拄只5包泡面嘛吼。是。咱差不多先2匙，咱就这个。就是咱拄食煮面的水，免甲倒掉。嘿，先2匙，莫伤多。哦，好。伤少还够救，伤多就无救。用这煮面的水落去，嘿，已经一做菜啦，做肉吼，已经会甲迄个泡面，就是泡面的面汤吼，合作。嘿，对。基本上吼，泡面吼，那炒泡面唔免搁加什么调味料啦，伊这本身伊的酱包吼，味道拢足够，拢足香的啦。种下味道拢走出来。好来啊，刚刚呢我片了，我就流喙烂。葱啊，这拄食这葱啊。哎嘿，哦，这是要互伊吸水较好看。啊，葱啊卖甜啊。是。啊，来啊这，我来试，这个来试。好啊，这个先面好落。哦，啊，会记哦，炒泡面火唔通细泡。咱只要咧煮面类的物件吼，一定爱大火。大火这芳开才较走会出来。这点，我另外一点就是面较袂烂去，面较会 Q。是。嘿。哦，啊，差不多，伊熟水吼，差不多了吼。哦，足 Q 的，哇，跟咱一般咧食泡面就无共款。无共吼，足高级的。这面起吼 Q 啦，大家试看卖咧。唔若讲独身仔会福气啦，唔若独身仔爱学啦。是。咱若普通时吼，足侪物件，有时阵山珍海味吼。食足多山珍海味，想要来一点仔无共款的口味。对，这个炒泡面哦，一定要甲试看卖，是反正食了会喜。